現代人大多數喜歡肉食，以致高血壓、糖尿病、腎結石、心臟病、血管硬化以及癌症都紛紛出現。古人話：千百年來本雷耕，淵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由千百年以來，我哋所食嘅一碗羹肉湯，睇起嚟只係一碗湯，但係其中嘅冤仇猶如大海一樣咁深。要知道世上點解有咁多打唔完嘅戰爭、災劫、兵劫、瘟疫，都係由食肉造成嘅。如果你想了解其中嘅道理，咁你半夜去屠宰場聽一聽。殺豬有豬哭，殺牛有牛喊，殺羊有羊哭。嗰種淒慘嘅喊聲，聲聲嘅哀號，聲聲嘅怨恨，呢種種嘅冤毒仇恨充實喺虛空中，只造成種種世間嘅災難。假使人人都素食，呢啲冤孽就會平息，可以化干戈為玉帛，化暴戾為吉祥。如果係咁，就能夠挽回即將來臨嘅災劫。素食可健康長壽。一、素食無毒，肉有毒。素食嘅菜肴大多數係出自地上生長嘅蔬菜、大豆、花生、果品及海藻等，既富營養又冇毒素。呢類食物可使血液保持鹼性。呢個係指佢血液清，喺醫學上稱為鹼性食物。肉類食品食咗能使血液呈酸性，呢個係指佢血液濁，因此肉類稱為酸性食物。素食嘅人血液清，故循環得快，使人體清爽、精力充沛、富於耐力、思考敏捷，而且長壽。例如佛教高僧唐朝嘅趙州和尚活咗150歲，現代高僧虛雲老和尚活到120歲。台灣李炳南老居士多年持素嘅緣故，以至95歲之高齡尚且耳聰目明，呢啲就係素食健康長壽嘅現實證明。又例如第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嘅游泳冠軍牟林羅斯，佢個速度驚人、持久有力，係最負盛名嘅運動家，佢就係個素食者啦。根據法國著名化學家健德嘅報告，佢發現肉食係一種食物嘅慢性中毒，因為肉類食品嘅來源來自豬、羊、雞、鴨等動物，而動物喺情緒緊張或者憤怒及恐怖嘅時候，體內會產生一種毒素分泌物，迅速傳遍全身嘅微細血管及肌肉之內。呢種毒質嘅分泌物通常都借住肉體嘅新陳代謝嘅作用排出體外，或係借大小便嚟流出身外。如果呢啲眾生正在恐怖或憤怒嘅時候被殺死亡，身體器官停止活動，呢種毒質嘅分泌物冇辦法排泄出去，就殘存於血肉之中。如果食咗呢種肉類，就會引進咗呢啲毒素。所以食肉就等於慢性中毒。曾經有人試驗過，
動物喺憤怒或恐怖嘅時候，身體內部產生呢種毒質分泌物，如果用玻璃管吸取出嚟，只要一支香煙大小嘅毒素，就可以毒死一個人。好彩呢種毒素遇到蔬菜果汁都可以稍微化解，所以煮肉嘅時候應該放啲生薑、辣椒，或者放一啲青菜、豆腐之類嘅素菜嚟化解肉類嘅毒質。如果只係煮一味肉，唔放薑、蒜、蔬菜等，咁肉嘅毒質冇化解到，食咗有害無益，食耐咗必定會中毒而死。1954年間，台灣嘉義肺病療養院有個叫小老廣嘅病人，佢係喺大陸撤退嘅時候，隨住軍隊嚟台灣嘅，因為營養不良，患上咗肺病。佢嘅哥哥喺香港做生意，佢初到台灣冇書信來往，後來取得聯絡，函告身患重病。佢哥哥寄咗一大筆款嚟，佢有咗錢就想到要進補啦。進咩補呢？食雞，食雞係最補噶啦。起初2日食一隻雞，食咗幾日唔見起色，加補啦。1日食一隻雞，食咗幾日身體反而更弱添，再加補，1日食3隻雞。佢個食法好特殊，佢怕雞身嘅營養會由血內流失，於是就用個竹筒將雞塞落裏邊焗死，再將雞肉放入特製嘅銀造套鑊，放入水鑊裏邊燉爛，然後淨係飲雞汁。咁一日飲3次，飲咗唔到幾日就一命嗚呼啦。佢呢種死因，我當時莫名其妙。後來學佛研究素食嘅道理，先至明白小老廣係因為食肉慢性中毒而死嘅。不但畜生如此，人類亦係一樣。人類喺恐怖或者憤怒嘅時候，面色會突然間發紫發黑，或變得蒼白。呢啲都係情緒激動而產生毒素，喺血液中起變化嘅現象。呢種毒素對於婦女仲會喺乳婦嘅乳汁內發生，如果俾嬰兒食咗，會有生命危險。印光大師文鈔中曾經講過呢種事跡。有一位西洋婦人諦聽印光大師開示戒殺素食嘅道理之後，放聲大哭。佢痛惜佢嘅2個仔係由於佢嘅乳汁而毒死嘅，原因係佢哋夫婦感情不和，時常嘈交。每當佢哋夫婦咆哮如雷、大嘈大鬧嘅時候，嬰兒就嚇到大喊不止。做母親嘅為咗停止嬰兒嘅喊叫，就解開衣襟，將乳頭塞入嬰兒嘅嘴。嬰兒嘅啼哭雖然係停止咗啦，但係卻從此身體軟弱，無奈就死咗啦。由呢2個真實嘅事跡睇嚟，可知道素食無毒，肉食有毒，自然應當及早戒殺素食為妙。2. 人宜素食，勿肉食。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嘅韓丁頓博士曾經做咗一項腸道嘅解剖分析，證明人類適合於素食，而唔適合於肉食。佢話肉食動物嘅小腸短，大腸直而且平滑；素食動物嘅小腸長，大腸亦長。食肉亦食素者嘅腸比肉食者長，比素食者短。人類嘅大腸約有5至6尺長，並且來回排列，腸壁不平滑，而且重疊喺一齊。咁樣嘅腸道係適於素食而不宜肉食嘅。因為肉類嘅纖維少，經過消化後剩低嘅殘渣喺人類較長嘅腸裏邊停留過久，就會產生毒素。
增加肝臟嘅負擔。肝臟負擔太重，會造成肝硬化以及肝癌症。肉類中有好多尿酸、尿素，食咗會增加腎臟嘅負擔，導致腎病。再者，肉類喺大小腸中經過不必要嘅過度吸收，而肉類本身又缺乏纖維，而造成便秘，導致痔瘡以及直腸癌。以上由人體腸道嘅分析，足以證明人類食肉係自討苦吃。3. 肉食易導致疾病。中老年人健康嘅大敵係膽固醇，而膽固醇就係以動物嘅腦、神經、血液、膽汁、蛋黃及脂肪等含量較多。膽固醇係構成副腎荷爾蒙及維生素 D 嘅主體。呢種營養素，年輕人或中年人攝取適量，頗為有益。如果一個人嘅血液裏邊含膽固醇太多，就會引起動脈硬化、心臟病、高血壓等病症。中年以上嘅人，身體各部生理逐漸趨向衰退，自然應該避免多食含有豐富膽固醇嘅肉食，以維持身體健康。今日台灣死亡原因首屈一指嘅就係心臟血管病症。由病症統計，可見得台灣人食肉太多啦。由各種研究報告中指出，肉類可以導致癌症，因為肉類喺燒烤嘅時候會產生一種化學物質，呢啲係嚴重嘅致癌物。如果食燒烤嘅肉類，一塊牛扒可以相等於600支香煙所產生嘅呢一種化學物質。所以食牛扒及烤肉等高卡路里嘅食物，比大量吸香煙更可怕。其次，如果豬牛患有癌症或癌類病症，食咗呢啲豬牛嘅肉，好可能會被傳染到癌症。再其次，有啲畜牧商人為咗畜養嘅豬牛雞鴨唔會被傳染疫症，於是就喺飼料中摻一啲抗生素入去，咁令到食咗呢啲畜生啲肉嘅人，亦都攝取咗好多抗生素。以後呢個人如果病咗，對於醫生所使用嘅抗生素同埋特效藥產生抗藥性，以致無藥可治，束手待斃。呢個人嘅生命就係因為平時被食肉所誤啦。目前台灣第2大死因就係癌症。酒精能將致癌物質輸送到身體組織裏邊。飲酒嘅人通常會得到肺癌、口腔、食道及胃癌，間接導致肝癌、肝硬化。飲啤酒同結腸癌及直腸癌之間有絕對嘅關聯，所以好食魚肉，再加上貪杯飲酒，等於火上加油，危險萬分。至於防癌嘅食物好多，凡係富有維他命 A、C 嘅食物都可以預防癌症，例如包菜花、香瓜、紅薯、番茄、杏子、桃子、南瓜、菠菜、冬瓜、黃芽白、包菜、菜花、西柚、青辣椒、檸檬、酸柑、橙、青豆、黃奶、草莓、蜜柑、紅蘿蔔、脫脂奶粉等。素食之人不妨多食。美國人曾經調查統計，人體內嘅條蟲病有8%係由牛肉傳染得嚟，而患肺病嘅人亦有啲係食牛肉傳染嘅。另外，虎列拉液中有種名為豚虎列拉，就係由豬肉傳染噶啦。
丹麥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咗重建劫後邦家，政府嚴禁人民宰殺動物作食品。到咗第二年經濟復甦之後，至解除禁令。點知解禁後，國人患病者反而比起禁止肉食嘅時期更高喎。可見素食有益，肉食無益。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嘅保加利亞有長壽人國之稱，全國人口600萬中，而年高100歲以上嘅老人竟然佔咗160幾人。其長壽嘅原因，經醫學界研究結果，由於95%為終身不食肉者，呢啲係素食可以使健康長壽嘅一個證明啦。美國營養學家柯林斯佢話：人類如果能夠廢去肉食，將獲益無窮。素食可青春永駐，精力充沛，腦力敏捷，皮膚潤澤。呢個係青春少年嘅現象。相反嘅，身體疲勞，神志不清，皮膚粗糙，就係衰老嘅象徵。而家以此三者為準，將肉食同素食作一個比較。營養學者朱修衛講：多食肉類喺醫學上稱為酸性食物，可以使到血液呈酸性，即係血液濁。要中和呢啲酸性嘅時候，血中嘅鈣質必大量消耗，其鈣量消失，細胞即行老化，人體則容易疲勞、冇耐力，容易神志不清同埋衰老。而多食青菜、水果呢啲鹼性食物，可以使到血液保持鹼性，即係血液清，使人清爽、精力充沛、富於耐力、腦力敏捷，並且可以長壽。呢度將素食同肉食者從體力同腦力作一個對照，卓然可見。一者保持青春，一者衰老退化。皮膚嘅潤澤或者粗糙，令人一望就有青春同埋衰老之感覺。所以潤澤皮膚為永駐青春嘅重要事項。素食點樣至可以保持潤澤嘅皮膚呢？咁必須由素食者所食嘅植物性脂肪講起啦。脂肪嘅營養價值係：一、供給熱能；二、維持體溫同保護內臟，潤澤皮膚；三、幫助維生素嘅吸收。脂肪過多嘅人令人肥胖，易患高血壓、腦充血以及心、肝、脾胃等內臟病。如果係脂肪太少令人瘦，易患種種衰弱以及皮膚病。脂肪嘅來源有二：一係來自動物嘅肉身，如豬羊嘅脂肪及肥肉，名為動物性脂肪；二係來自植物嘅果仁，如花生油、大豆油，名為植物性脂肪。呢兩種脂肪嘅利弊差別好大。動物性脂肪為飽和脂肪，含膽固醇量多，容易引起血管硬化、高血壓、心臟病，亦有利於癌細胞嘅繁殖。植物性脂肪為非飽和脂肪，能促進膽汁酸嘅排泄增加，使膽固醇降低，可避免心臟病同各種血管病症。由此可知，素食者食用植物油，實為健身駐顏嘅一大要素。植物性食品嘅脂肪含量以合桃為第一，含有66.9%，其次為花生，含有48.7%，其三為白芝麻48.23%，
其四為黃豆20.2，呢一類脂肪都係非飽和脂肪，食咗有益無害。動物性脂肪含量以豬肉為最多，含57.8%，其次為羊肉，含25%，牛肉含13.5%。但係呢一類脂肪屬飽和脂肪，更含有大量膽固醇，容易引發心臟、血管等病。據傳聞，老牌電影明星蝴蝶以日常素食之故，雖屆古稀之年，依然風韻猶存。此為素食可以駐顏之一佐證。素食可提高智慧。大大禮記云：食肉勇敢而寒，食穀智慧而巧。呢啲係素食可提高智慧嘅講法，見於我國最早嘅古代典籍。呢種講法對於年輕嘅知識分子非常重要。可惜後來提倡素食嘅人，多數由因果業報、戒殺護生立論，好少人去研究素食者治嘅原理，誤咗好多人嘅素食機緣。近代日本國立公眾衛生院平山雄博士以研究學術嘅眼光，曾經發現素食者嗜肉淡，肉食者嗜肉濃，素食者神志清，肉食者神志濁，素食者腦力敏捷，肉食者神經遲鈍。佢呢種發現同我國古人素食多智嘅講法不謀而合。現代人談素食一書，講到現代醫學家喺不斷研究考證中，發現素食有兩大利益。第一係素食可以提高智慧與判斷力。佢話，根據生理上嘅證明，人嘅頭腦活動力係由腦細胞內具有正反兩種力量交互作用，喺人嘅大腦中不斷嘅衝擊，就形成咗我哋通常所謂嘅思考。衝擊到最後，總有一方面嘅作用獲得勝利，呢啲就係我哋通常講嘅決定。但係要使大腦細胞能夠充分發揮其正反兩種作用，就必須充分供給大腦細胞所必須嘅養分。呢種養分主要為麩酸，其次為維生素 B 及氧等。而食物中則以完整穀類及豆類含麩酸同各種維生素 B 最豐富，肉類則次之，而且量微少。所以唯有實行素食嘅人，只能夠獲得更為健全嘅腦力，亦至能使智慧同判斷力提高。回憶40年前，我哋喺求學時代，嗰個時候嘅醫學界可以為欲想提高智慧，應多食磷質同埋鐵質嘅食物。佢嘅科學根據係大腦皮膚細胞缺乏磷，就影響腦力；神經缺乏磷，即傳達遲鈍。至於鐵質，佢係提高智慧嘅重要因素。人體如果缺乏鐵質，則患上貧血，發生頭痛、心跳、健忘、體倦等病症。呢啲人讀書成績自然低劣。食品對於學業關係如此密切，所以青年學生不可不知營養常識同埋素食嘅利益。每個人都希望自己係呢個世界上最有智慧嘅人，尤其是以做學生嘅，總希望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為咗想要做超級智人，於是就得補腦補身體，
中國人古老相傳一個錯誤嘅觀念，就係人體虛弱要借助玉寶，又以為食肝補肝，食腦自然可以補腦。從前嘅科學唔發達，大家都唔知道豬羊牛嘅腦中含有膽固醇。喺妄想食腦補腦嘅錯誤觀念之下，有好多富家弟子變成呆頭呆腦，反而唔及咬得菜根香嘅貧寒子弟嚟得聰明智慧。於是社會上時常聽到一啲勉豬清寒子弟嘅諺語，好似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或者係咬得菜根方是奇男子，甚至有幾多白屋出公卿之嘆。但係又有邊個知道素食多字嘅道理呢？我國佛教界奉行大乘佛法，出家僧尼一律素食。由古至今，我佛教中高僧輩出，或智慧超群，或辯才無礙，好似名滿天下嘅釋道安，才高五印嘅唐玄奘，智者九旬談妙，生公還石點頭，清涼以道德文章為七帝詩，蓮池以行解相應作八代祖。於是等高僧大德不可勝計，雖若彼等修持佛法故，福慧增長而遵行佛制，常年素食，對於提高智慧亦係一大因緣。而家據大學醫學院營養教材表摘錄有關提高智慧最普通嘅食品營養法，以供有志素食者作一個參考。細觀此表，肉類同埋素菜兩相比照，可知素菜食品所含嘅礦物質以及維生素 B 都超過肉類食品，而且素菜嘅種類繁多，來源微廣，又冇毒素，可以安心食用，足以證明素食勝於肉食。向來以世法論素食嘅利益，其利尚可以數字表達。以下用佛法論素食，其利益更不可思議。殺劫又名刀兵劫，亦就係遍地戰爭。古時候嘅士兵作戰用刀劍做武器，故遍地發生戰爭，叫做刀兵劫。呢種刀兵劫嘅起因，不明因果嘅凡夫俗子誤認為係帝國主義嘅侵略所造就，或者係國內嘅政治野心家所導致。依佛法嘅因果業報嚟講，呢啲唔係根本嘅原因，呢啲只係一種助緣嚟啫。根本嘅原因係由殺生食肉而起嘅。而家以慈壽禪師嘅偈嚟作說明。偈云：世上多殺生，雖有刀兵劫，父命殺與身，欠財分與宅，離散與妻子，曾破他巢穴，報應各相當，洗耳聽佛說。呢個偈嘅第一句，世上多殺生，係因；誰有刀兵劫，就係果。你前世殺咗佢係因，佢今生殺你身係果。你過去謀佢嘅財係因，今生佢燒你嘅屋宅係果。點解佢害到你妻離子散呢？因為你過去生曾破壞佢嘅巢穴，殺鳥食卵，所以佢今生害到你妻離子散。因果報應係食佢8兩還半斤，一啲都唔馬虎。所以要想唔受苦報，就應當皈依佛門，相信因果道理，勿造惡業。
我再舉個歷史事實嚟做個證明。從前佛在世嘅時候，琉璃王帶咗大兵去打加比羅維國，佛曾親自去見琉璃王，請求和平解決。結果和談唔成，佛就叫釋迦族人防守自衛，唔好攻擊。琉璃王嘅軍隊攻入城嚟，到處亂殺人民。呢個時候，神通廣大嘅目連尊者運用神通，將釋迦族人500攝入一鉢之內，送至天宮避難。等到戰爭停止之後，再攞嚟一睇，鉢中嘅人盡成血水。目連尊者請示佛陀，呢個係咩因緣？佛說：過去好多年前，呢度有個大村莊，村中有一個大魚池。喺一個大好節日，村中嘅人將池裏邊嘅魚都捉嚟食，其中有一條大魚亦都被捉嚟食。嗰個時候有個細路從來都唔食魚肉嘅，為咗好玩，用棍敲打大魚頭3下。嗰時候嘅大魚就係今時嘅琉璃王，小魚就係而家佢嘅軍隊，村莊嘅人士就係而家被佢哋屠殺嘅釋迦族。嗰個雖然冇食魚肉，只係敲咗魚頭3下嘅細路嘅就係我。我因未食魚肉，故未被殺，但係敲咗3下魚頭，所以我頭痛3日。上述嘅故事就叫因果報應，自作還自受，他人代替不了。1927年，歐美蔬食會喺英國倫敦舉辦第一次萬國茹素大會，參加嘅名流學者、發心食素嘅人有好幾千。後來又喺捷克國新羅亞市召開第7次國際蔬食大會，呢次有中、德、法、美、澳等13個國家。中國代表出席者係民初鼎鼎大名嘅呂碧城居士。喺呢次嘅大會中，英國嘅華爾瑞博士發表演說話，想要避免人類流血，就需由餐台上做起。呢句話意義深長，提倡大家素食，可消弭殺劫無形，值得有心救世嘅政治家深切體會。素食者不受惡報。殺生同食肉呢兩個都係惡業，有啲只係做一種，如食肉者未必殺生，殺生者唔喜歡食肉，有啲兼而有之，好似殺生嘅屠夫喜歡食肉，有啲調皮嘅人硬係將責任推俾其他人，做屠夫嘅將呢個殺生罪推俾食肉嘅人。每當宰豬嘅時候，佢就念念有詞：豬啊豬啊，你莫怪，你是人間一道菜，他不吃來我不宰，你向吃嘅去討債。但係食肉嘅人卻將罪過推俾屠夫，話乜嘢？佢不賣我不買，佢不殺我不吃，又講佢唔係專為我而宰嘅，等嘅說話，彼此互相推卸罪責。平心而論，都只係自圓其說。令騎經講得好：為利殺眾生，因財妄豬肉，而驅是惡業，死墮叫喚肉。若無教想求，則無三淨肉。彼非無因有，是故不應食。殺生嘅罪報，依華嚴經講，決定墮落地獄、畜生、餓鬼中，三途受罪完咗，轉生為人，
仲要受兩種惡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三途係正報，人終係餘報。六道輪迴苦，孫兒取祖母。牛羊直上座，六親窩來主。呢個係唐朝時候寒山大師見到一個俗家人娶媳婦，原來個新娘係佢嘅老祖母轉世嘅。同時再見到坐喺筵席上飲酒食肉嘅來賓，原來係過去佢屋企嘅牛馬，而窩裏邊嘅豬羊魚肉都係佢哋屋企嘅六親眷屬轉生。大師見到，可憐六道凡夫眾生不明因果，顛倒妄為，不禁就悲從心起，嚎啕大哭，講出咗上邊呢個計。如果係大家都戒殺素食，就冇人死為羊，羊死為人嘅因果循環，咁人世間亦就永無六親窩來主嘅業報啦。素食者增長慈悲。素食對我哋人類嚟講，無論係維持身體健康或者避免因果業報，都有莫大嘅利益。再由個人擴大到社會國家，能令社會安詳，世界和平，可見素食嘅利益不可勝計。喺眾多嘅利益之中，我認為素食嘅最大利益應該係增長慈悲心。點解會咁講呢？大智度論話，慈悲是佛道之根本。講明白啲，有慈悲心嘅人可莫成佛，做3000大千世界嘅無上法王。所以話素食嘅最大利益為增長慈悲心。慈悲嘅意義係與樂若慈，拔苦若悲。慈悲到極點，大慈大悲即同如來。梵網經講：父食肉者，端大慈悲佛性種子，一切眾生見而捨去。食肉嘅人殺生自肥，呢啲就係殘忍嘅行為。將呢種殘忍嘅心推而廣之，可以損人利己，無惡不作。食肉嘅人畜類眾生，見到佢嘅身，聞到佢嘅食肉過後身上發出嘅燥氣，捨之遠避。例如屠夫入村，久見驚吠。素食嘅人心存仁慈，日益增長。推而廣之，一切眾生皆可喜可憂，皆欲與樂拔苦。呢啲就係慈悲為佛道嘅根本原理。殺生食肉，實係惡業，必當受報無疑。只係受報要依照殺心嘅猛虐同殺法嘅殘忍，而各有遲速高下，不能一概而論。其次，殺生食肉後嘅懺悔修善，亦可以轉後報作賢報，將重報折輕報。我為咗要等大家切實了解殺生食肉嘅惡報時，不妨延伸說法，食肉受報嘅經歷，略向各位宣說。我喺18歲嗰年，為咗抗日救國，走出學校大門，毅然參加抗戰行列。幸蒙祖宗福德蔭庇，只係當咗半年上士文書就升官啦。
從此喺錢糧裏邊打滾。到我退休出家之前，我喺政軍兩界做嘅大部分都係錢糧業務之類。俗語話靠山食山，靠水食水。我雖然一文不苟取，但係近水樓台，究竟用起錢嚟便利得多啦。我有錢就飲酒食肉，做咗唔少殺業，清夜悶心，頗為不安，因此對金錢發生厭離。後來出家，唔願意數鈔票，唔願意存錢，實在係由於呢個緣故。提起我飲酒食肉嘅本領呢，雖然唔大，但亦唔少。論酒量，1-2瓶高粱酒飲落去，面不紅神不亂。食魚食肉更係驚人，一坐落嚟，一食就食上2個小時，食1-2斤肥肉，唔覺肥膩。我最喜歡食雞食鴨，每餐都食，點食都唔厭。1年以嚟，我哋究竟食咗幾多雞鴨眾生都冇統計過。但係有一次，我哋住在浙江定海嘅溪口澳，初到嘅時候，呢個村莊附近各地都可以睇到雞鴨成群。我每日都叫房東嘅大小姐同我哋去買雞鴨，交俾勤務兵劏嚟食，多則3-5隻，少則1-2隻。3個月住落嚟，呢個村莊周圍5里以內嘅雞鴨都俾我哋食光啦。有一日下晝，起大北風，我又叫房東小姐去同我哋買雞。佢話：你仲要食？呢度5里內嘅雞啊、鴨啊，全部都俾你食晒啦！你仲要食啊？我話佢係因為天氣冷，怕出門，唔肯去買，所以用呢句說話嚟推搪我。於是我自己帶咗一個勤務兵喺駐地周圍4-5里路打咗個轉，果然冇睇到一隻雞鴨。我先知道我竟然食咗咁多雞鴨，不禁心內一驚。我做嘅殺業太大啦！民國42年，我信咗佛，喺睇過佛經，明白因果之後，我急於勤求素食，其屬前軒。據我所知，喺軍中公開信佛、公開素食嘅，我係第一個人，但係內心卻大有後悔莫及之感，為求一心懺悔及弘法利生，將功贖罪，乃決意出家。或者因此一念之善，我今生做嘅殺業，行得將重報折輕報，將後報作延報啦。民國63年端午節嘅前2日，我喺南頭連光蘭藥嘅無量壽關中，上晝8點鐘開始拜淨土懺。呢個時候我閉關已經將近3年啦，拜淨土懺亦已經拜咗9個幾月。第一拜落去，就覺得身輕起嚟，向住西方前行。行冇幾步，聽到身後邊有好多雞鴨嘅叫聲，回頭一望，只見成千上萬嘅雞鴨分作3學，跟隨住我。我沿住佢哋嘅行列向後睇，約2里幾路長，至睇到佢哋嘅集合場係喺南頭車站嘅大廣場上。嗰度仲有牛、狗、豬等一大群喺度排隊靜候上路嘅。再睇下自己，我前邊抱住個鴨喺度叫喚嗰啲眾生，一呼一應。我見到呢種情形，心諗佢哋係嚟搵我算賬啊！不禁一驚，如夢初醒。我繼續將淨土懺拜完之後，心怕我會得到大病，即刻孝眾叫嚟護關嘅劉文斌居士
將頭先嘅情形話咗俾佢知，請佢好好嘅照料我。喺最近期間唔好遠離。點知道就喺當晚嘅禪房度平地跌咗一跤，仲跌斷咗個左腳。雖然請咗好多中西名醫治療，花費咗唔少醫藥費，自己受盡無法言喻嘅痛苦，一切治療終歸無效，以致變成跛腳法師。呢啲就係我殺生食肉嘅業報。我而家向大家原原本本嘅講咗出嚟，雖然我後悔已經太遲啦，但係希望大家以我此事作為前車之鑑，各自警惕。祝未食素嘅同修早日戒殺茹素，免度福池。最後，我喺度勸告各位同修發心戒殺食素之外，再勸各位仲需修學淨土法門，念佛求生西方，至可究竟離苦得樂。持素同念佛合之則兩美，分之則兩損。點解會咁講呢？如果持素不念佛，來生以宿世持素嘅緣故，必定大富大貴。古人話：一日持素，天下殺生無我份，何況終生長壽？其福報豈可計量呢？有咗福報固之然係好事，但係大富大貴嘅人十之八九不願修道。所謂富貴學道難，富貴中人不知學道，佢嘅生活必定趨向食色玩樂嘅享受。食則一擲千名，色則以隨會紅，玩樂則歌舞嬉戲。凡係過住呢種生活嘅人士，唔難想象到佢嘅將來必定墮三惡道，到第三世佢就受苦啦。又如果念佛嘅人不持素，臨終多被業力所障，不得往生，流入八部鬼神中去。呢個即是持素同念佛分之則兩損。如果能持素又念佛，即得現身心康樂。當來往生西方，見佛聞法正三不退，終至圓滿無上菩提，其功德利益廣大如法界，究竟若虛空，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也。血肉淋漓未足真，一般痛苦願難伸。設身處地捫心想，誰肯將刀割自身？千百年來碗淚羹，怨心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
生四海很蓝天，一直世上高云间，是天独门夜半声。四海很蓝天，一直世上高云间，是天独门夜半声。千百年來換雷更，怨心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血肉淋漓未足真，一般痛苦怨難伸。設身處地悶心想，誰肯將刀割自身？